各位早晨，而家我哋開會。今日我哋大會嘅議程係辯論行政法務範疇2025年度嘅施政方針。首先係以立法會嘅名義歡迎行政法務司周永春司長同埋各位官員出席我哋今日嘅會議。辯論施政方針嘅會議呢，每一個範疇每日嘅時間呢係預算由上午9點半至到中午1點，以及呢係由下午3點至到晚上8點。而今日嘅會議係會安排有2次嘅休息時間，大約會安排喺上午嘅11點半同埋下午嘅5點半，各係休息15分鐘嘅。咁根據執行委員會第11/2025號嘅議決，規定咗發言嘅規則，而有關規則呢，亦都已經放咗喺各位嘅台面上面㗎啦。首先呢，係司長就佢嘅施政範疇係作不超過20分鐘嘅引介。司長介紹完之後呢，我就會宣布開始報名。報完名之後呢，議員就會進行第一輪嘅發言。我係會以5位議員啦作為一組，由首位報名嘅議員開始，每一位發言嘅時間呢係唔超過8分鐘。每一組議員發言之後呢，就由政府官員作答，時間呢係唔超過20分鐘。喺政府官員回應咗第一組議員之後呢，呢一組嘅議員呢就可以作出跟進。如果要跟進發言嘅議員呢，到時就請按制呢係報名。咁跟進呢，亦都係按照最初開始報名嘅次序呢嚟到安排發言嘅。而每一位議員跟進嘅發言時間呢，係不超過2分鐘。要求跟進嘅發言嘅內容係僅限於原來所提出嘅內容，或者只能跟進政府嘅回答嘅內容，但係唔可以另外提出新嘅內容。政府官員回答議員所跟進嘅內容時間呢，係唔超過10分鐘。第一組議員提出嘅內容以及政府回答完之後呢，就按報名嘅次序呢開始第二組嘅發言，如此類推。所有議員喺首輪嘅發言之後呢，如果還有時間，呢個係要到時按實際嘅情況，可能會重新安排第2輪嘅發言，或者係將所剩餘嘅時間呢係交俾政府啦，係對於未回應嘅內容呢作出補充嘅。如果安排第2輪嘅發言呢，到時各位議員係再重新按制呢係報名發言，呢個係由電腦安排發言嘅呢個次序嘅。各位大家都清楚啦。咁而家我哋首先係請張永春司長呢係對行政法務範疇嘅施政方針作出引介。請張司長。多謝主席。尊敬嘅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本人現在向立法會簡要報告行政法務範疇2025年嘅主要工作計劃。呢個係本屆特區政府第一次提交施政方針，所以我哋喺介紹今年嘅具體工作計劃嘅同時，亦都會適當介紹未來幾年嘅工作嘅方向，目的係俾市民同埋議員對我哋嘅總體工作思路有比較全面嘅了解。我哋施政方針包括公共行政、法務、市政管理以及橫琴合作區建設4個部分。同以往相比，主要嘅變化係新增咗橫琴嘅章節。下面我分別介紹。第一，公共行政方面，我哋將繼續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強化統籌協調，完善組織架構，革新管治理念，着力提升特區政府嘅治理效能。目前仍有一啲公共部門存在咗架構臃腫、職能重疊或職權分配不清等問題。同時呢，喺一啲傳統或新興嘅領域存在住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務缺位嘅問題，有必要加強相關部門嘅職權。針對以上嘅問題，本屆政府將有續開展職能架構重整嘅工作，主要嘅思路係對於職能關聯性比較強嘅部門開展合併重組，對一啲部門職能重疊、
分工不明嘅問題，展開職能轉移或明確主責嘅部門。對於管理或服務缺位嘅領域，明確專責嘅部門，並賦予相應嘅職權，訂定統一嘅政府部門設置同埋規模嘅標準，審視各部門職責同埋內部架構嘅設置，同埋作出必要嘅精簡。今年我哋將從行政法務範疇開始，分階段啟動有關部門嘅合併同埋精簡工作。考慮到行政工作局嘅職能定位同埋運作無法適應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嘅需要，我哋將首先啟動重組行政工作局嘅工作，明確職能定位，減少職能重疊嘅內部附屬單位，強化行政工作局對公共行政改革同埋人員管理嘅統籌嘅作用。我哋將從組織宣誓、員額管理、晉升、培訓、問責同埋內部管理電子化等各個環節着手，完善公務人員嘅管理制度，提升工作能力同埋效率，增強服務意識。今年我哋將依法開展各級現職同埋新入職公務人員嘅宣誓工作，確保公務人員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澳嘅原則。我哋將係繼續嚴格執行員額制嘅同時，採取優化措施。各部門如果必須增聘人員，除咗不能超過總員額嘅上限之外，亦都需要滿足進一步嘅條件，並預先聽取行政工作局嘅意見，從而確保審慎合理嘅增聘人員。喺電子政務方面，我哋將係收集各方意見嘅基礎上，對一戶通同埋雙社通做全面嘅優化升級。有關嘅工作將會係2027年完成。現時各部門設置嘅市民意見處理機制明顯存有不足。我哋將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參照內地12345政務服務熱線嘅經驗，整合分散於唔同部門嘅意見反映平台，並統一服務標準、流程同埋評價嘅機制，提升服務素質。新平台將應用大模型、人工智能嘅技術，輔助進行個案接待同埋處理，以提升工作效率。喺法務方面，我哋將持續優化與立法會嘅溝通協作嘅機制，主動同立法會做好法律提案嘅前期溝通工作，並加強係重要法律項目起草階段嘅技術交流。喺法案審議階段，定期溝通法案嘅工作進度，積極配合立法會推進各項法案嘅審議工作，確保立法項目如期完成。此外，特區政府都將同立法會共同研究制定新嘅立法技術規則，進一步完善法案嘅立法技術要求。為優化營商環境，我哋將推進放管服改革，改進管治方式，係兼顧公共安全同秩序嘅前提底下，放寬、簡化同埋完善各行業，尤其係都由中小企所從事行業嘅准照審批條件同埋流程。今年1月，我哋已經設立跨範疇嘅檢討營商法規工作小組，正全力推進相關嘅工作。行政准照管理制度嘅改革嘅主要思路係對於風險程度比較低嘅經濟活動取消審批，對於可適度簡化規範嘅經濟活動，
由審批改為登記等簡化方式，減省不必要嘅申請條件、文件資料同埋審批嘅環節。透過電子方式提交同埋處理有關申請，拓展一站式審批。放寬規管唔係放手不管，各職能部門將透過優化監管方式，由事前監管轉為着重加強事中事後嘅監管。對於工程、消防同埋社會治安等涉及公共秩序同埋安全嘅事宜呢，進行有效嘅管理。我哋將重點圍繞優化營商環境，推進公共行政改革，促進後勤一體化等領域，科學制定並有助落實立法規劃項目。為配合立法會嘅換屆，我哋都將做好今年提交法案嘅規劃。此外，都將借助專業力量開展檢討修訂大法典嘅工作，例如行政程序法典同埋民事訴訟法典。改革登記同公證制度嘅3項法律呢，已經係舊年相繼生效。相關資訊系統呢，亦都完成咗重構，完善咗公共部門數據嘅互聯互通。喺呢個基礎上，我哋將持續檢視同埋優化登記及公證機關嘅內部運作同埋服務流程，推出更加多嘅電子化嘅服務，例如公司設立全程電子化、每日登記全程電子化等。我哋將圍繞規則機制嘅軟連通，積極參與同埋推動大灣區嘅法律同埋司法合作，進一步嘅健全多元糾紛嘅解決嘅機制，並共同研究建立涉外法律人才嘅培養嘅機制。澳門基本法紀念館呢，經過全面嘅重整，將係今年嘅重新開放，並交由法務局管理。我哋將用好紀念館，將佢打造成宣傳憲法同埋基本法嘅重要嘅基地。3、市政管理方面，市政署嘅工作同市民嘅生活息息相關。現有嘅機構設置已經無法滿足工作需要同埋市民嘅期待。今年起，我哋將分階段啟動市政署嘅重組工作，精簡市政署嘅內部架構，以居口管理、加強統籌、簡化程序為原則，調整職能，避免多頭管理，以提升市政署嘅管理效能。我哋將以整潔、有序、安全為原則，建立跨部門跟進處理使用問題嘅合作機制，搭建電子化通報平台，強化跨司跨部門嘅溝通協調，提高回應問題同埋跟進個案嘅效率。我哋將進一步拓展優化市民嘅休閒活動中空間，利用台山青洲一帶現有嘅社區資源，推進北區8個休憩區嘅重整，並持續推進澳門半島南岸海濱綠廊嘅建設。喺離島方面，將有助推進喺黑沙青少年活動體驗營同埋路環環島休閒步道嘅建設，並將對石排灣公園分階段重整。我哋將基於各街市嘅自身嘅條件同埋所在社區嘅特點，度身訂造活化嘅計劃。今年我哋將啟動氹仔街市嘅活化計劃，開展台山街市嘅整治規劃設計，係盡可能降低對現有攤販經營影響嘅同時，優化街市嘅整體環境。為緩解水浸，我哋將有針對性整治低窪易漏嘅區份，
分區制定排水系統嘅治理方案。今年將繼續推進筷子基北灣泵站第3期嘅建造工程，以及分階段建造氹仔舊城區嘅雨水泵站。我哋將繼續加強對食品場所嘅巡查同埋監管，嚴格把關進口食品嘅安全同埋衛生監督工作，持續優化所有鮮活食品檢驗檢疫嘅合作安排，並將幫助澳門製造嘅食品輸入內地，同時全力配合第15屆全運會組委會做好食安保障嘅工作。4. 橫琴合作區建設方面，合作區嘅建設已經進入第2階段，我哋將與粵方一齊對照第2階段建設目標，加強基礎設施嘅硬聯通，區州機制嘅軟聯通，澳芹居民嘅心聯通，把澳芹一體化提升到一個更加高嘅水平。針對合作區現階段存在嘅實體經濟發展不充分、商業樓宇空置率比較高、人氣商氣不足等一系列嘅問題，我哋將分門別類梳理分析，形成切實有效嘅解決嘅思路。我哋將針對當前存在嘅產業發展過於分散、與澳門關聯度比較低等問題，將充分考慮澳芹嘅資源稟賦同埋實際條件，科學確定產業優先方向同埋發展嘅重點，適當聚集資源，推動特色優質產業形成規模，將緊扣促進澳門市民就業嘅目標，透過產業帶動就業，通過就業帶動生活，切實讓澳門市民參與橫琴嘅發展，讓橫琴嘅發展回給澳門市民。為充分發揮澳門作為中葡平台嘅作用，澳芹將共同籌建中國葡語西語國家經濟貿易服務中心，以線上線下相結合嘅方式，面向中國葡語同埋西語嘅國家企業提供語言、法律、稅務、合區審查、人員培訓、調解仲裁等全方位嘅服務，促進中國與有關國家之間嘅經貿合作關係，服務國家嘅發展。我哋將係橫琴規劃建設澳芹國際教育大學城，支持並推進澳門大學等高等學校到合作區延伸辦學，共同打造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引導澳門大學以學院為基礎，同國際頂尖嘅大學開展合作，並面向全球招生。我哋將利用橫琴嘅空間優勢同埋澳門嘅國際航權優勢，全力推進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嘅建設，把澳門國際機場嘅貨物集散等功能前置到橫琴，實現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貨源地嘅無縫連接，促進珠江西岸物流樞紐嘅建設。我哋將連同中央同埋廣東省有關部門成立工作專班，就優化分線管理以及合作區法律制度創新兩個重大問題，提出可行嘅方案，為合作區嘅未來發展奠定基礎。正如各位議員所知，行政長官近期透過批示，就公共行政改革、法律統籌、橫琴合作區建設、市容美化、道路工程設立咗路嘅領導或統籌協調機制。行政法務範疇將主動加強與各範疇嘅溝通協調，凝聚合力，
全力推進各項工作取得進展。最後，多謝主席、各位議員同社會各界對我哋工作嘅支持，都請大家對行政法務範疇嘅施政工作提出寶貴嘅意見同埋建議。多謝大家。